南头水里的棉花村，上早因为有几多野生的腊八类、八类，有提团让出名部落甘家的蔬菜，如本人喊做白沙埔。白沙埔提出水海的水头，上早生产的出水米也很有名。也多年来，谈论几多人晒起外装，人口老化，大多数乡亲如改种过好干理解强的。不过有部分村民有一只机会开始吃嫩种价的，里面甚至变作全国性产业产区。也有农民同棉花改种的学生的合作，研发出是出水海水的无奈咖啡。为操到本亚洲西总头使得个快乐风来，村民最近也开始种通人。盼农产发通，我来向大家嘅注意。昨天传统上会棉花国小学生嘅，佢哋帶練習，聽聽音樂兼玩對協，講真嘅演出，隨得到大家懊惱。第二按歡喜嘅氣氛度，棉花村生意順利發拓一正式開始。村民上水拿出適價農產品，希望做得打出棉花村嘅好名聲。棉花村位於南投水里鄉泰山渡，中頭村含有溫水河流谷。一個封閉型嘅農村，最早係北部嘅行業來一片開墾天機。本來呢度看得到18粒，行業就推一片按照8粒鋪，因為係歡迎老年村民部落及嘅蔬菜，老年村民當接來協，故所機會就變按照白沙鋪。白沙鋪吼，大部分是北部下來啦，都係新做啦吼，還有苗栗，哦一片過來。嗰時候，生活都較艱苦，哦，嚟到人家白沙埔一片都窮咯。先做嗰個，人哋祖先攏來了窮咯啊，做進轉山啊，所以講發現到人哋到嘅土地，因為做進按到八嚟啊，所以講讓到好白沙埔啊，我人較多都會老幾年過沙窮下。窮下生活吧。不過，一個本來應該係行業較多嘅狀態，沙族人當少聽到強勁呢。因為本來是人客家較多嘅，了後是因為人嘅談，為興建個水庫啊做發電所，太空發電所啊移民，所以講遷到個好多人過來。本來2%，都會變1/3嚟啦，人客家人啦。啊，為到配合佢哋講法，人哋較曉得講啊，啊都配合咧，結果都好多都講較正常啊，客家人一家人就講。因為棉花村位於溫水河嘅水頭，由礦物質嚟灌溉水源，本棉花村嘅農產特別的好。頭擺還本按照水里鄉嘅泰國草，不過也係其地遠遠看下棉花村，看到嘅唔係個係金黃色嘅禾川嘅，係高甜甜嘅檳榔樹。為啲呢一個客家莊，溫水河一般人從那個米啦吼，米谷啦，那就較清好食。你啊從咧出門以前，全部係樹木，喺太古湯就處理鄉嘅，一路太古湯啊。啊，點解擺面木嘢是無嘅啦？樹木就冇水咧，啊樹木一般嘅修身。冇按好啊，冇像種出來的按好啊。較早四田東河，啊了溫水米啊，哦溫水米當出名啊，全省出名啊。你啊都認為就係建設了冇幾好，啊人哋冇專做唔得啦，大擺事都了錢啊。啊你啊揾該種牆啊就上工啊，研究所啊。就像台灣大部分的農村，無為當好嘅生意。棉花村的後生人也大量嘅愛意，裝土搶村到老人家老細人呢。故所棉花村最近申請嘅農費嘅補助辦法通，希望做得撥農村再生。希望講點樣都帶起來，大家來人嘅狀況，
啊，他甲来咧，因状况个后生人无啊，因数据都欠人咧，你要直接险转来。大作房啊，就听我爱成论文思。啊，你若无大作房啊，更话你就歹怪啊。空气度都係咖啡香，肯定咖啡農傳統嘅介紹自家生產嘅調味，設定香濃咖啡嘅民族，可能出滿足嘅表情。溫水河咖啡就係棉花村最近3萬水產嘅農產業之一。摘咖啡吼，哎呦，都係摘啊紅紅嘅，會摘槍嘅櫻桃嘅紅紅，吼啊也個都做唔得，也長長嘅做，當然做唔得。一下全水里大概有40個咖啡農，總有將近30家嘅咖啡葉。為了營業咖啡生長嘅特性，有啲咖啡樹但是也種啲檳榔樹下。人家咖啡啊，吼，都係半噪音的植物，啊，種到牆嘅下吼，都好，人家牆嘅葉嘅毛動多，吼，熱條嘅要曬熱度，要了要曬到熱條，人家咖啡都係全部曬熱條當唔掉。吼啊，種到太樹下冇熱條咩做唔得。雖然台灣越來越多農民專做咖啡，棉花村民除咗利用當地溫差大嘅特性，啲大開發地區還係成功嘅生產出高品質嘅咖啡豆。而家本家掉知道沙皮嘅係當地嘅咖啡，就留溫水米同樣，係食溫水好大嘅。你見飲水都飲嘅溫水，見飲來，這個就是說有生機啊。種到個山檔。佢都會望來，較久都嘅地方望來。你那個溫水來吼，那個濁水，那個水啊都有那個礦物質，因為溫水果啊來吼，你這個營養不斷的每年都在增加，所以講你奶變到用鮮嘅進來，所以講你種嘅咖啡漢白吼，種一久唔會咁味道講呀奶種久嘅漢白嘅營養都冇得去嘅。这现在14.5，14啊就不行，要熟含水分12以下啊才可以。咖啡也好食，但係從因為做係派技術，不過也對後來做學外工作人來講係最大困難。帶頭嘅咖啡班長，除咗要到外地拜師學藝，就係用最安嘅方式，從實態度得到經驗。要記錄起來，每禮拜每日滷嘅咖啡。樣板派幾多土時間幾乜計，我攏要記錄起來。啊，你泡好了，都愛咖啡哦，愛泡起來食看下。咖啡冇泡來食，有咩電泡嘅好食得埋先。啊，要廠有啲經驗嚇，得到按多嘅經驗，你當來改進樣板派。不過，老貴講進口嘅咖啡豆來比，微博同亞到800、1000元嘅台灣咖啡豆成本較高。啊，做啲市場度養人，想做啲20、70而比。你台灣來人比都係最主要，都係比嘅新鮮度，嚇。新鮮度你都是用辦嘅，帶殼保存。我進口嘅咖啡全部冇帶殼，嚇。帶殼都像人國嘅樣樣嘅，國嘅做就不用救啊，米做唔就不用救啊。進口嘅咖啡都學全都脫出嚟，愛配瓜當來脫殼，嚇，愛配瓜當來脫殼。按樣較新鮮，咩較會回甘較強。同樣勇敢嘅挑戰進口嘅農產品呢，係由棉花村嘅規劃產業，為了增加規劃素養嘅農業收入，最近棉花村成立咗全台第一級規劃產銷班，同規劃研發加工作、規劃咩、規劃吃一條產品。大部分的進口因為桂花的採收很費時費工，所以說它的那個經濟效益跟一般農民認為說不會很高，它是要把它做成加工品，那個經濟效益才會比較高這樣子。無論咖啡亦係規劃產業，都還係開始天天，種嘅人數和產量也唔多。不過為了本產業成功，產銷班一路學校合作，利用社團時間，本學生嘅也做啲認識採體產業。因為我們希望我們在地的那個學生能從小就知道說，對村莊的那個價值。我們希望讓他們那個對村莊的價值提高。以後如果他們在外面
学业有成或是事业有成哦，有这个机会能回来我们那个民和村哦，再做一些贡献这样子。沙期嘅想法，學教也上到嘅，甚至一樣嘅學習，本學生嘅未來發展都有一個可能性。我们的教育是多元化的，所以透过一个社团活动，让学生了解从种植到生产，一方面他们会感受到农业的辛苦，会对父母亲抱以一种尊敬一种体谅他们的辛苦。那一方面的话呢，也给学生一种记忆，对他们在未来不论是在这个村庄生活，或是到外面，拥有一技之长。我就觉得上咖啡社的时候还蛮不错的很好玩，很有兴趣。然后在煮咖啡的时候会感觉很快乐。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会吧，就自己开一家店之类的。嘉宾也係規劃新手辦嘅成業，更加希望透過一兩開成業，來向諾波來嘅人客，來推展棉花村嘅觀光產業。看也白沙埔嘅後生嘅出去也投入去南前嘛。轉來可能來試下家己來過來做家己，無先做以後都像古坑那樣有個產業有觀光的，有觀光帶來嘅價值。不過對行卡到中長菜一條其他農作物的耕種人來講，觀光三無天錯有天數。其實生產對農民是最大的幫助啦。對啊，你觀光還是有限啊，真的。現在最主要的，我們阮可能就是愛發展阮的農產運銷，提高迄個價錢，提高迄個產值，對農民是上大的幫助。這個市場伊都補起來，心意就是安尼啦。愛就哪大哪大就哪懸起來，懸甲像這個程度安尼就會使辦啦。也喺棉花村種最多嘅係芥類，面積有將近20公頃，原產量有將近400公噸，市佔率還較高達60%以上。不過也都係因為無拄好嘅。上古咱山坑啊迄伊有水分嘅位，伊就會至少攏會有迄野生嘅啊。若落雨了去就有到尾就是遮農民大家想講迄坑邊爾淡淡就遐個土壤就甲大量甲採種摕轉咱田安尼來種，甲管理甲野肥安尼像即擺像安尼較規區安尼攏較水。因為阮遮日夜溫差較大，因為阮這個所在日夜溫差大，這個作物就是講暗時若冷了伊這個會反脆，所以講阮這邊的粿苗特別的軟，較好食，較袂澀。因為當地特殊的氣候，生產的芥類品質好，也變做棉花村最主要的收入。當年就會帶來2000萬的產出，不過事實上，也都芥類，但是係工業傳統，一手出現啲一般民族十分作好，也限制了其的發展性。因為現在料理方面料理就是真濟人不要料理所以這方面我們還有待加強。除咗市場需求以外，生產環境也受到一定限制，因為芥類需要當地的水源來灌溉。不過棉花村的水質，早啲10年前本土之風采大快過後，一直無漲。到日下農民搶做的意思降水來維持灌溉。這都是伊的水分一定要有夠啦，水分都有夠伊發起來品質嘛較好，個較成長。超過大就這個長這補起來這伊就反較粗較硬，品質就較歹。水分一定真重要。因為水質是靠落水溪落來水嘛，因為921了陶瓷了，阮的水準海去水利會這邊一直不愛甲阮，一直無法度整修這條水準對我們影響最大。如果說我們的水準，它的水有下來，阮整個地區阮的土地可以再利用，它的肥沃的開肥沃，有礦物質也會增加。安尼就會當增加阮的產量增加收益，這是我目前最需要的。農業的產銷快通過後，棉花村佫轉到平常的點心，啲大家有19年過後，
无听作开始对一个农术有个初步的印象。不过生产的条件和后续的行销还是有限制，白沙埔再生的路还是有一道困难。